最近轉至天氣時冷時熱，加上香港呢種又濕又焗嘅氣候，大家係咪尋日覺得個人好似孭住嚿大石咁，周身仲電電，攰賴賴？周走起身明明瞓足8個鐘，但係點瞓都覺得唔夠品，返工對住部電腦猛咁打喊路，成多兩步路，講多兩句嘢就已經散氣唔即散氣。有時實手嘢個胃就頂住，大便又散爛咁。仲有呀，大家有冇試過照鏡嘅時候，伸條脷出嚟望煞，發現條脷兩邊有一呼呼好似狗牙咁嘅牙印呢？如果你有齊以上呢啲煩惱，好多時身邊啲朋友就會教你：哎呀，你熱氣啊，飲杯24味啦。又或者話你唔夠瞓呀，飲杯咖啡提下神啦。其實可能你一直都做錯咗。呢啲症狀喺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好大機會係脾虛、色重同埋氣虛作怪。今日我就同大家新語咁介紹一隻被譽為廣東人參嘅平面養生法寶。佢唔單止功效神奇，而且仲帶有一陣口香嘅椰子味。我仲會手把手教大家煲路款超級實用，針對唔同體質嘅養生靚湯。只有你跟做飲，保證你成個人精神爽利、筋骨靈活。講到補氣，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到人參或者係比契。但係大家又知道，我哋南方人，特別係香港人，平時生活壓力大，成日嗌夜，身體入面好多時都嚟埋啲虛火。如果你啥都用比奇、高麗參去補，就好似火上加油咁，補氣得嚟好容易燥熱，飲完分分鐘喉嚨痛、生痱滋，甚至爆眼瘡。呢個時候，今日嘅主角虎子無頭就大派用場啦。虎子無頭，中醫界又會叫佢做南芪，因為佢嘅葉生得好似5隻手指咁，所以亦都有個好霸氣嘅名，叫做虎左龍。佢性味微甘微溫，最撕裂嘅地方就係補而不皺，就好似一個好有耐性嘅家庭醫生咁，溫和咁慢慢幫你調理身體，絕對唔會寒涼，一家大細都啱飲。虎子無頭主要有10大核心功效，大家一定要記住。第一，健脾補氣。我哋將人體比喻為一部車，脾胃就係個引擎，氣就係車油。當你脾胃虛弱，引擎轉得慢，呢個人自然就會覺得唔夠氣力，胃口差，講嘢細聲。虎子無頭就可以幫你個引擎做大修，重新做入能量。第二，行氣化濕。香港地處嶺南，濕氣極重，大家可以想象下，身體裏面嘅經絡就好似坑渠咁，如果啲水排唔走，就會積聚喺皮膚底下，搞到你個人腫卜卜，按落去啲皮膚好似水浸咁。虎子無頭就好似一部強力抽濕機，幫你將身體多餘嘅水分同濕氣通通化走。第三，祛痰平循。如果你咳仲有祛痰平循，啲心係說咳循，啲心係說有。呢個時候，虎子無頭就可以幫手打通你嘅呼吸道，令你呼吸反順暢。第四，舒筋活絡。對於一翻風落雨就周身骨痛、關節酸軟嘅朋友，虎子無頭就好似幫你啲筋骨做咗個深層按摩咁。就算你平時無病無痛，飲晒佢都可以令筋骨靈活啲。除咗以上4點，現代醫學研究仲發現，如果你將虎子無頭嘅用量加大少少，例如用到60克，無論係煲湯定粵藥，佢對預防腫瘤甚至抗腫瘤都有一定嘅幫助，特別係腸胃腫瘤，例如一啲癌前病變，好似腸化生，咁虎子無頭都有輔助調理嘅作用。仲有啊，對於鼻怨口賴都會有生氣嘅朋友，虎子無頭亦都有住院嘅功效啦。好啦，明白咗原理，我哋即刻要廚房睇下呢路菌神級靚湯點樣煲。第一款又介紹俾大家嘅叫做南芪桑稚生豬腳湯。呢個湯簡直係老人家同埋勞損一族嘅恩護。材料好簡單，有虎子無頭，即係南芪、桑稚生、幾粒紅棗同埋主角豬腳。點解要用呢？幾樣配搭呢？頭先講過，南芪可以舒筋活絡，而桑寄生呢隻藥材，大家千祈唔好睇小佢，佢可以祛風祛濕，
仲有強壯優絲保肝腎嘅功效。中醫臨床上好多時遇到周身彈痛、風濕關節痛嘅病人，我哋都會用到桑寄生。順帶一提，桑寄生對於孕婦安胎都非常之好睇，加上紅棗幫你補氣養血安神。不過記住，紅棗一定要撮河，如果唔係就會燥熱。至於豬腳就係運用咗中醫以成補成嘅智慧。豬腳入面除咗有豐富嘅蛋白質，仲有好多豬腳根同骨膠原，可以實實在在咁增強你嘅腳骨力，潤滑關節。如果你怕肥，可以揀啲冇咁多肥肉嘅部位，或者買細隻啲嘅豬腳仔都可以。做法方面，首先將所有幼柴洗乾淨，豬腳斬件之後，一定有穿水揮水，去除血水同血位。如果你得一兩個人飲，買半隻或者一隻細豬腳夠夠。將所有準備好嘅材料放入湯煲，加入大約7至8碗水，先用大火煲滾，然後轉慢火，慢慢熬大約1個半鐘頭。最後落少鹽調味，就可以飲湯食豬腳乸。呢個湯係零煎製嘅，男女老幼都啱飲。佢唔會困住啲感冒，亦都唔會影響正在服用薄血藥人士嘅血液流動。大家可以放心大啖大啖咁飲。第二款湯叫做胡子毛頭稀豆煲鯪魚湯。呢個湯係專門為脾虛濕重嘅朋友獨身訂做嘅。點樣判斷自己係咪脾虛濕重？大家可以行埋塊鏡度，伸條脷出嚟。如果你見到條脷肥大，而且邊緣有一幅幅勾越處個印，就好似俾牙齒咬過。咁呢個就係中醫講緊齒現舌啦。點解會有齒現？因為你脾虛，身體啲水化唔走，肌肉細胞塞滿細水，變得腫脹，條脷肥大咗，頂住兩邊啲牙齒。熱激越嚟就會壓出牙齒印。呢個時候呢款湯就係你嘅救星。材料有胡子毛頭、稀豆、一條新鮮鯪魚同埋幾片薑。胡子毛頭健脾化濕就唔使多講。稀豆呢，可以養陰益氣、和血化濕，仲有好好嘅解毒作用。鯪魚本身就係健脾祛濕嘅上等食材。山嘴結合就好似一支強心針，幫你個脾胃重新過動，將啲濕毒排得一乾二淨。煲呢個湯有2個秘訣，大家一定要學識。第一，稀豆洗乾淨，晾乾水之後，一定要先用白鑊，即係唔落油，用慢火煸炒，炒到啲稀豆衣微微裂開，聞到陣豆香先得。咁樣做可以激發稀豆嘅藥效，而且煲出嚟唔會有陣清潔味。第二，鯪魚一定要窯烤，去清內臟，洗乾淨血水，然後燒熱隻鑊，落少少油同薑片，將鯪魚兩面煎到金黃色。煎過嘅魚用嚟煲湯，唔單止冇腥味，煲出嚟嘅湯仲會呈現好靚嘅奶白色添。做法：將炒好嘅稀豆、煎香嘅鯪魚、洗淨嘅五指毛頭同薑片一齊放入煲，加8碗水，大火煲滾後，轉慢火煲1個鐘頭。飲完呢個湯，慢慢你就會發現條脷啲齒現淺咗，個人都輕盈晒。呢個湯同樣係老少咸宜，一家大細都飲得。如果你平時腎易夜，搞到陰虛火旺，個人覺得口熱、好煩躁，喉嚨腎意乾爭爭，想飲水但又覺得解唔到渴，咁你就有試下第3款胡子毛桃花慈心燉乳鴿。呢款湯嘅配搭極之精妙。胡子毛桃補氣，而花慈心係一種偏為寒嘅心肺藥材，佢同鳩荔參唔同。花慈心最叻就係益氣養陰、清火生真。當你體力透支、個人攰賴賴嘅時候，花慈心可以幫你提升能量水平，同時又幫你降下啲虛火。紅棗就負責補氣血安神。呢個湯嘅靈魂就係乳鴿。大家千祈唔好睇手，一隻細細隻嘅乳鴿喺中醫臨床上，佢嘅藥用價值極高，佢可以補腎、益氣、養血。如果發現自己為老先衰，例如男士們發現自己水頭髮、頭髮絲鬚，或者性功能低下、鼻軟口棗都生不到 B10 乳鴿就非常之有用。另外，有貧血嘅人食乳鴿可以提升身體嘅造血功能。年紀大、
記憶力衰退或者有神經衰弱嘅朋友，時環乳鴿個人都會定啲。仲有研究指佢對降血壓、降血脂有一定嘅輔助作用，當然唔可以完全代替西藥啦。記住呢個唔係煲湯，係燉湯。將屎乾淨嘅乳鴿可以成隻或者斬瓣，烏子毛桃、花旗參同紅棗放入燉中，加入大約2碗水，視乎燉盅大小，可適量增加。冚口蓋，放入鑊入面，隔水大火燉2個鐘。燉湯最大嘅好處就係可以將藥材同食材嘅精華原汁原味咁鎖匙喺湯入面，唔會揮發流失。呢個湯一家大細都飲得，連服用緊補血藥嘅人士都唔使擔心。不過如果你正處於感冒發炎期，特別係喉嚨痛得好緊要嘅時候，就暫時唔好飲住，因為呢個湯始終比較補，等感冒清咗先飲就最好啦。最近天氣反覆，好多人都中招病咗，病好之後好多時都會撩啲呢個手尾，就係咳咗好耐，咳到冇晒氣，喉嚨又乾。呢個時候第4款益肺化痰止咳湯就係為你而設嘅。材料有烏子毛頭、太子參、大力嘅南杏、細力嘅碧杏同埋一個鼠梨。呢個配方簡直係潤肺嘅黃金組合。烏子毛桃補肺氣兼化痰止咳，太子參呢，佢係一款非常溫和嘅補氣藥材，叫做太子都15懷，佢可以健脾益氣、潤肺生針。南比杏就係中醫止咳化痰嘅孖寶，比杏化痰平喘，南杏潤腸通便。特別要提提個鼠梨，好多人煲湯中意削晒啲皮，其實咁樣係暴殄天物。鼠梨有屎乾淨，切塊挑咗中間有少少酸澀味嘅果心，但係皮絕對有保留。點解呢？因為鼠梨最珍貴嘅潤喉藥性，真正就隱藏喺皮同油之間，保療肺皮、潤肺生津嘅功效先會發揮到極致。做法：將烏子毛頭、太子參、南比杏同樹梨準備好。如果想有啲幼味，可以揸少少瘦油或者豬肝，加8碗水，煲滾後轉慢火熬大約1個鐘，大約剩低2碗水左右，加鹽調味就飲得。啲樹梨油都可以試埋街。呢個湯對大人細路都好有益，不過有留意，烏子毛頭始終帶有少少溫性。如果你係患緊熱性感冒，只係發高燒、喉嚨劇痛、卡黃色濃痰嘅話，就建議暫停飲用。另外，食緊補血藥嘅朋友飲呢個湯係完全冇問題嘅。對於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長期坐喺寫字樓搞到肩頸腰背硬晒嘅朋友，第5款舒經活絡止咳湯你就一定要操低佢。材料有烏子毛頭、牛大力、田妻、2粒蜜棗同埋豬脊骨。呢個湯可以話係強筋健骨嘅重炮。烏子毛頭舒筋活絡，牛大力呢個名聽落去都覺得猛料。佢性味甘平，有中醫認為佢為涼。顧名思義，食環就好似隻牛咁大力。佢有2大絕招，第一係化痰止咳，特別擅長清理嗰啲結撻撻嘅熱痰。第二就係舒筋活絡，通利關節。另外一味好重要嘅藥材就係田七。田七喺中藥界好出名，佢可以和血化瘀、止血，同時又有補虛嘅作用，對於勞損引致嘅瘀痛非常有幫助。不過大家千祈要注意，正因為田七有強大嘅和血化瘀功效，如果你本身有長此病患，而且醫生開咗補血藥俾你食緊嘅話，就絕對唔可以飲呢個湯，以免影響凝血功能呀。做法：洗淨所有材料，豬脊骨穿水，加入8碗水，大火煲滾後轉慢火熬1個鐘左右，煮到低返2-3碗水，調味就搞掂。呢個湯帶有少少補性，適合平時無病無痛或者有輕微虛寒感冒嘅人飲。同樣地，如果係溫熱感冒、喉嚨痛及黃痰，就暫時唔好飲啦。最後一款壓軸出場嘅湯，有個好有氣勢嘅名，叫做雙龍出海湯。點解就雙龍呢？第一條龍就係我哋嘅主角烏子毛頭。頭先講過，佢另一個名叫做烏左龍。
而第二條龍就係補暑安神嘅好幫手，龍眼柚即係桂圓。咁出海又係咩意思呢？就係指第三樣材料海芋豬。材料五子毛頭、龍眼柚、海芋煮，配搭豬腱肉。呢個湯嘅功效非常全面。五子毛頭健脾益氣、化痰止咳，龍眼柚養血安神，對於失眠、生記好有幫助。而海芋煮就係滋陰潤肺、止咳嘅渣片。好多人咳起上嚟，有時係因為肺燥狂咳無痰，有時係因為氣虛唔夠氣咳。呢個雙龍促喜湯就完美咁將滋陰潤肺同健脾益氣結合埋一齊，無論你係邊種咳，佢都可以幫到手。做法好簡單，豬腱切塊焯水，時正烏左龍、龍眼柚同海芋煮，全部材料放落煲，揸8碗水，水滾後轉慢火煲1個鐘，剩返2-3碗水，落鹽調味，就可以飲靚湯，食靚豬橄欖。呢個湯性質好平和，只有唔係患緊嚴重嘅熱性感冒，一揸大細平時當家殘烈，湯咁飲都非常之好。食緊薄血藥嘅人士，都可以放心飲用，一星期飲2-3次都絕對冇問題。好啦，煎熱一口氣同大家分享咗老款以廣東人參、五子毛頭做主角嘅神級養生靚湯。其實養生真係唔難，唔需要殺時名貴藥材，只有你了解自己嘅體質，用啱平民食材，一樣可以養出好身體。總結今日嘅內容，我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可以即刻做到以下3個養生小改變。第一，如果發現自己條脷有齒炎，個人容易攰，記得減少飲凍嘢，試下買啲五子毛頭返嚟煲湯，幫個脾胃抽下濕。第二，煲蛇梨湯嘅時候，千祈唔好在手多多削走啲梨皮啦，撩翻低佢，潤肺功效先至最好。第三，飲湯養生都有睇時機，感冒、發燒、喉嚨痛嘅時候，就乖乖地試得清淡啲，清細感冒，先好飲補湯嘅。其實呢，健康嘅身體就係由每一餐、每一碗湯累積返嚟嘅。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解決生活上嘅健康小煩惱。如果你覺得今日這條片實用，幫到你解開了一些養生迷思，製造激學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等大家一齊學識煲靚湯。仲有呀，千祈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旁邊個鐘仔，咁下次有最新嘅實用養生資訊，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祝大家身體健康，日日都充滿活力。我哋下集見，拜拜。